新年团拜了哈。我们恭请候选人呢跟我们慈悲、勉励、鼓励几句新年的祝贺话，好，感谢大家。喂，杨连书，洪连书，陈连书，以及我们各位领任，各处处长，我们各处长，我们同学大德，大家早安。目前人早安。一年又一年，渐渐改方言，始作佗戏，看看是白花钱。今年已经走到龙年了哈，进龙年。那龙年过去呢，那小龙又要来了哈，小龙过去呢，那羊又要来了哈。我们今天也是龙年，有人讲做神龙，也有人讲做金龙了哈。那因为金龙的第3天，我们能够带给我们今年应该会抢棍了哈，会抢棍。当然，在人生的过程之中了如同或许在前几天，或许心血来潮的时候，写一篇的文章，跟各位做一个勉励，跟各位做一个鼓励。当然，那我们在诵经部迎神年，虽然在1年之中，在去年的1年之中难免有爱，有恨，有对，有事，有好，有不好，有一切的对立，已经做一个结束。换句话说，它已经演变了。那从今年的龙年，我们这龙的开始，虽然是衍生演变的结束，但我们在去年365天里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一个省思，做一个反省。在我们365天里头，我所做的是加分还是减分？那如果我所做的是加分，当然是人生的精彩，我们走的是对。那如果我们在1年之中，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减分，可能对我们生命的能量来讲是一种流失，那我们的确是要调整我们的脚步。或许如常做一个比喻，好像我们在打篮球，前半场一结束，他没有办法再追手，对也不对，但是后半场你能够调整你的脚步，然后调整你的运球的策略，能够把前半场输的再补回来，还有就如同我们人生的过程之中，或许走过69年的岁月，正是昨天已经圆满69年。如果是我们以台湾过去的比较虚岁的，叫已经70了那如果以比较实岁是69年圆满多1岁，今天就多1岁，也是70的第一天开始，70岁第1天开始。换句话说，已经走到70年了。那到70年的过程之中，我们想想，我会选择来反省，我在70年过程之中，我到底所做的是什么事情？我做什么？如果我在70年过程之中，我感觉还可以，那当然我们要继续努力了那如果我们感觉说枉费了，在70年的岁月里头，对我的生命，对我个人的一个修养也好，办道的积极度也好不够，那当然我们要调整我们自己的脚步，也要真正，因为后半段最后的1里路是一个很短的岁月，很短岁就要来临了。那或许就常常想，阮阿姐
生落来有4个兄弟，生落有10个后生，4个兄弟生落有10个后生，有生10个啦吼，那已经所了得掉了。之前过年之前几天，阮迄个码头，阮叫大头，阮大头，虽然讲伊来到这个人间的过程里面当中，也不是说有什么作为啦，讲不好听的就是这样。但是他也来走过67年的岁月，他已经结束，已经结束。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拜年，我们在团拜，那团拜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暗想我们的同修要更加的团结，要更加的和谐，因为对真理实相，我们为了要更加的努力，无论是国外也好，国内也好，无论是在台湾的各地方也好，我们的确真的要加强。我还当然了我昨天没有出来啦。那我前天在礼拜大年1号的时候或许当我中午要回来的时候，前人就跟我讲说，不见你还不可以回去新义单位要带10个20个啦他们也是带20个来向前人拜年。那后学呢就在义和陪他们到5点多才回来。或者昨天就没有出来。那因为昨天晚上，那或许就小小的一个打听了那大年初一我们点几位？大年初二我们点几位？那我听说我们大年初一好像点1位吧？大年初二好像是点1位，就点几位吧？2位嘛人家合成了合成点到现在。昨天跟我讲他们点4位。前天他们跟我讲点3位，合成算10几个道歉他们还点6、7位我们爱想可能是到昨天不知道几位到昨天3位嘛今天那个大年1号2位，1位只得到我们爱想2位2位嘛平时爱想2位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这勉励大家勉励。我还记得，或许在早年在江陵的那个时候，在那里拜过年办道，我还记得大年1号到5号都有100多位，最少还有60几位，那个时候最少还有60几位。那不知道这几年来，好像大家有一点松懈了松懈。不过因为可能也是过去的疫情的一个现象大家呢就有一点比较在整个道场有比较不要收掉大家有一点害怕当然有一些没有求道的，然后他也有一点畏惧怕来传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呢，因为我们在加强因为在大年今天的3号，那我们爱想同学大的，无论是在国内外各地方，我们应该拜年就是互相的勉励，互相的鼓励未来在一年龙年，我们更加的积极，更加的有信，就是或许在大年3号，跟大家共同做一个勉励，做一个鼓励。那明天我们大年4号呢，因为早上9点半，我们到义和圣堂，我们向前人拜年，那我们向前人拜寿，因为前人在大年5号也是他的生日，也是他的生日。通常他的生日都是以中心单位他们举办一个生日的一个活动，然后那我们就爱想跟合成，我们就自己带到义和圣堂去，因为之前早年呢，我们本来在义和要办前人致寿的活动，那前人很客气前人也不要，所以呢就把这么的一个致寿的活动把
掉。那人家在中心中心单位了他们常年他们在几年来他们都是重在办，但是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办活动，但是我们带到育儿圣堂去向大德者做一个致颂，就是一个理所当然。所以明天如果允许的话，可以的话，那你没有办法去的，没有车子去的就像地方的领任第二年想一下，你们就安排车子载过去。那如果是自己有车子，那方便去自己就开车去，因为到那里也是几分钟而已了就是因为在大年之中能够在向大德者我们的育儿圣堂大家长做一个拜年祝寿，这个是一个吉祥的现象了吉祥的现象，大家也不要冷冻，就好像我们今天爱想，应该也不是这几位了讲这，因为我们去年就没有在办这个活动，那或许感觉就这个活动必定大家在大年，大家互相的祝贺，互相的恭喜，因为在或许在平时单位，他们每年都一定要选一个大年1号到他们要选一天，作为他们的一个团聚的一个拜年活动，他们都有这么的一个活动大家互相的鼓励，他们有说我们爱想，或许呢就直接跟我们的让我们秘书处顺便就讲说，我们今年的活动虽然没有办了什么大的活动，但是大家互相出来勉励一下，走一走走走村嘛或许就要讲到这里。那当然了，因为我们今天有几位点书了所以请各位几位点书既然他们都有来了，向各位恭喜讲几句的吉祥语祝贺各位身体健康事事兴到红展。好，谢谢各位，谢谢。来跟各位讲几句吧，杨经理。负责人以及我们红点师、正点师，还有我们的各位处长、各位领任各位组长大家新年恭喜！恭喜！可以说大家呢能在这个新的一年龙年呢大家一起来结善缘，来团拜。这个是可以说吉祥的那当然这2天呢，我们从1号到那个昨天呢我们目前的除非说我们点击呢不多了说实在的啦，昨天或许去新年在我的孩子那经过这个太祖宫了那个庙。还有经过我们这个小店里了人山人海，真的很羡慕了那我们这边呢人数不太多了所以还是要多加强的当然啦性质不一样因为要求福报的跟求助会的是有差别的但是不管怎样因为我们身负这个重任就像《金刚经》说，何当如来大业我们的属于就是度人救人所以大家都要一起努力的那在这边呢，最后呢或许恭祝各位呢新的一年这个龙来运转龙转乾坤喝稳龙龙来，感谢各位。
人还有我们两点人师整点人师各处处长副处长领任、副领任、组长副组长以及在座各位前贤大德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当然时间咧过拢足紧啦，瞬间一冬就要过去啊，所以讲咧岁月不饶人所以讲时间这个是宇宙之间的一个法则，时间呢很无情的不断的就像奇妙的流失当然呢伫咱过去的一冬甲咱今年未来这冬呢当然嘛希望呢就是讲一年会当比一年较好尤其是咱今日拢有得道修行学道行尽世间千条路万条路，修行不过瘾，这句话是千真万确啦所以讲呢，既然打上了这代力量的发准呢当然咱毋是讲修好家己以自外咱个肩负着普度众生的神圣任务啦安尼呢，咱会感觉讲伫人生呢更加搁较充实当然呢有真侪过去不足的，嘛希望讲会当时时天天亲大家拢会当慢慢对无好要安怎甲伊转互伊好那么呢，对于了解咱个人的慧命呢，要安怎真正会当去积极所以讲呢，这应该是咱大家搁共同来努力的或者呢当然伫遮期待，就是讲咱未来道务呢要安怎会当丰载道务方面第一家己要完成那么呢第二就是兄弟姊妹得救者，第三我们道务自然就会丰载所以讲呢，咱道务方面创造善业这相信咱大家若交得善业，大家拢是欢喜不要侪恶言尽量的侪善言当然呢，咱的善言会愈加愈侪人缘呢当然会愈演愈好啦这应该就是咱的宗旨所以或者也期待我们未来咱伫今年啦会当比旧年搁较好，安尼敢好？或者而且呢嘛祝福甲龙年大吉龙年行大运，那大家都能够盛缓如意我们道路丰载，安尼敢好？感恩。杨点师、冯点师，还有我们各位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前贤大德，大家早安！初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快乐！其实过年就是我们坤道最忙的时候，所以或许都不会觉得新年很快乐，新年很忙，所以忙的初一、初二、初三一定要来到佛塔。所以其实最充实的还是过年这个期间。那么当然我们听了刚才副谦呢以及杨点师、冯点师的鼓励以后非常的清楚明白我们的道务不宏展是在走下坡。但是后学一个感受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对道务的努力，当然我们可能不够用心所以我们的道务才不够宏展。那么当然在我们内修以
及外网的这个不会圆满的课程里面，是我们每一个前大的大家必修的一个课程。那么后学在这个新年初三，祝大家拢平安、拢健康、拢趁钱，咱道路拢方便，安尼敢好？好。感谢目前的那个志宏各位今天的慈悲，谢谢。好，大家那我们就互相恭喜一下，好不好？恭喜恭喜，双喜利双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我们要